据最新消息，喀什大学校长埃克帕尔、副校长穆克塔尔、库尔班和古丽娜等4人日前被中共政府以两面派罪行抓捕。到目前为止，喀什大学已免除4人行政职务，可是不知关押在何处。东突厥产维吾尔人权问题继续引起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9月7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乌马尔·卡纳提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会面，并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详细介绍了中共政府对东突厥产维吾尔人的独裁暴政政策，以及在东突厥产正在实施的反人类罪行，呼吁美国政府要求对中共当局停止对维吾尔人的压制行为，关注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遭遇关押的状况。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月8日报道，现任和前任的美国相关人员同时证实，在过去1年，美国官员与委内瑞拉政变军官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议，讨论发动政变推翻现任总统马杜罗，但最终未能得到美国的支持。自周2以来，伊拉克巴士拉抗议活动升级，骚乱持续不断。示威者焚烧了巴士拉政府大楼以及伊朗领事馆。周6，伊拉克议会召开紧急会议，由萨德尔领导的行走者联盟和阿米里领导的法提赫联盟要求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辞职。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因军事政变下台，其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在2013年8月发起大型静坐示威。通过军方清场，事件演变成了流血冲突。埃及政府当时称，有很多示威者是武装分子。历经5年后，开罗法院开庭审理了739名被捕示威者案件。上周6裁定75人死刑，47人终身监禁。